歡迎大家收睇天盛 channel， 又係陳思靜同大家分享天盛苑嘅大小事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早前啦，咁我哋咧就收到呢一個嘅屋苑裏面一間小學啦，即係叫做反映呢一個聖勤閣嘅外牆咧就有呢一個石屎剝落嘅情況，咁啊構成呢一個嘅危險。咁我哋咧就因為茲事體大，我哋就即刻咧由工程部咧就係做呢一個嘅翻查同埋呢一個檢查，咁就發現咧喺呢個聖勤閣嘅0506處同埋0708處外牆嘅橫梁咧就有呢一個嘅石屎剝落嘅情況，同埋有呢一個潛在危險嘅情況。咁我哋咧就係立即咧就係根據呢一個嘅法例程序啦，同埋呢一個嘅相關規定啦，就進行咗呢一個嘅公開呢一個嘅招標。咁咧就呢個工程咧就已經係通過咗㗎啦，就定於咧就3月2號咧就展開呢一個搭棚同埋呢個維修工程。咁啊應該工程完咗之後咧就可以避免到之後嘅危險發生啦。咁亦都係將呢一件事咧就係交代清楚㗎啦。咁有個朋友咧就問啦，哇，點解要拖成個幾月先至做到呢一個工程啊？咁樣，咁因為咧其實如果係要做呢個招標嗰個叫做過程嘅話咧，我哋係要起碼要有呢一個嘅14日嘅公開呢一個招標廣告嘅時間啦，同埋咧因為之前咧係有一個叫做火災啦，即係比較大型嘅火災，咁啊政府咧就對於所有嘅防石屎網，即係有顏色嗰個網咧，咁咧就係做咗一個翻查，就令到咧就而家全香港嘅相關嘅呢啲咁樣嘅外牆工程咧，都係有少少嘅時間上面嘅延誤嘅。嗰個網啦，一定係要做一個佢哋嗰個資格嘅，或者係嗰個網嗰個供應商咧，就要再做一個聲明，咁先可以用嗰個網。咁啊令到咧有好多即係叫做工程公司啦，佢哋就要重新再去換過呢一個咁樣嘅工程物料啊。而呢個工程物料咧突然之間轉咗牌子嘅話咧，咁啊變成咗咧供貨上面咧短期之內有困難。咁因此咧好多嘅呢一個嘅香港嘅工程咧都係有一個小延誤嘅，包括我哋呢個工程在內。咁但係咧而家就已經係 OK 咗啦嚇，咁啊已經係換咗呢一個嘅信得過嘅物料啦嚇，同埋做過呢一個即係工程公司做咗一個咁嘅檢查，俾咗報告我哋，咁我哋先至係再去開工啊。咁呢度咧就係同大家通報翻呢一個工程嘅，多謝各位。